来消息来看，国民党的议员沈宗良牵涉到二定业者的乌西案，10月13已经辞掉婚姻关议长的职务。议会今仔早起来进行补选哦，无党籍议员黄凯当选。工作人员一张一张开票，婚姻关议会30透早咧举行议长的补选，落尾是由无党籍的民意联名政团的总调黄凯以32票争做新的议长。也是会严厉的来监督我们的县政府，不分党派、不分蓝绿，共创云林、团结云林的大进步。婚姻关的前议长是国民党籍的沈宗良，不过进前牵涉到受历年业者乌西，这个月13辞职。因那婚姻关议会拢总43席当中，无党籍的22席，民进党10席，国民党9席，台联1席，阁有民众党1席。落尾干那无党籍的黄凯参加补选。议会的调哈是一个关键的少数，所以说我们选择共同的决议就是投票圈选自己。新任议长也可以担当起这个重任，毕竟议会的和谐为首要。当然也希望黄凯议员秉持着以往一个非常理性，而且非常支持县政府所有各方面的预算跟建设。婚姻关长张立生表示，新的议长黄凯受到真侪议员支持，以32票高票当选，希望上任了后会当甲各党团好好沟通，更较顺利推动婚姻关府的管政工作，符合民意的期待。记者综合报道。